主后2022年10月2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互耶稣来调和我的祈祷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启示录第8章第10到13节。羊羔开第7个封印的时，天静静约半点钟久。后来，我有看见7个天使徛伫上帝面前，因有领受7支喇叭。阁有一个天使来，手提金香炉，徛伫祭坛前，领受真侪香，通甲众信徒的祈祷，做伙献伫宝座前的金祭坛顶。香烟甲信徒的祈祷，对天使的手请到上帝面前。然后，天使摕香炉堆满祭坛顶的火，甲伊迄落地，随时有弹雷、响声、声呐甲地动。举7支喇叭的7个天使准备好势要焚。头一个天使焚伊的喇叭，随时有炮甲火掺火迄落地，地的1/3烧去，树木的1/3烧去。所有青翠的草拢烧去。第二个天使焚伊的喇叭，随时有亲像火在烧的大山迄落海，海的1/3变做火，海里的活物1/3死去，船只的1/3损坏。第三个天使焚伊的喇叭，随时有一粒大粒星对天顶落落来，亲像跌倒的火把，落伫1/3的江河，甲所有的水泉。这星的名叫做苦兄，1/3的水变苦。真侪人因为这个水死去，因为水变苦。第四个天使焚伊的喇叭，日的1/3，月的1/3，星的1/3拢受攻击。直到日月星的1/3变暗，日是1/3无光，暝是嘛1/3无光。后来我看有听见一只伫空中在飞的鹰鸟大声叫讲：惨啊！惨啊！住伫地上的人惨啊！因为其他的3个天使得要焚喇叭啦。以上。互耶稣来调和我的祈祷。6个封印接续踢开了后，再连续到位。羊羔踢开第7印的时，天顶肃静无声，大约半点钟久。接续第8位天使出现，摕着金香炉，徛伫祭坛的边仔。这位天使接受真侪香。连同信徒的祈祷，做伙献伫宝座前的金坛顶。香发出的烟，甲信徒的祈祷，对天使手中请到上帝面前。接续，这位天使摕金香炉，伫金坛顶的火，迄伫地面上，随即出现弹雷响、大声、声呐和地动。这位天使徛伫上帝面前，代表上帝主动赏赐甲临在。天使摕着金香炉，接受真侪香，这个香应该是指耶稣的祈祷，是上帝所赐的，毋是接续讲到的众圣徒的祈祷。圣徒祈祷的香，甲耶稣祈祷的香有分别，调和做伙了。献伫宝座前的金坛顶，最后天使将坛顶的火缀伫金香炉内，摒伫地上。这段的火有人的祈祷，也有耶稣基督的心意。若是上帝赏赐香，目的是要改变人的心。一般人受苦的时，常常祈祷上帝为因伸冤，互因机会。
基督徒诶祈祷减也是安尼生。咱祈祷诶时，是思想耶稣诶心意，互耶稣诶祈祷来调和，还是充满自我，搁甲主诶心意违背咧？面对压迫诶时，咱会反思，上帝也疼遐个压迫咱诶人，也爱要救赎因无？天使本号甲上顶会要甲审判会来临，总是伫这以前，上帝期待人祈祷诶心态会通改变，因为上帝是公义、怜悯、施恩、赦免人诶神。电影《世无中心》描述救义事件迄日，几位警员奋不顾身进入世无中心救灾，其中2位警员对受困到得救、故事真激励人。片中一位志愿救灾的退役陆战队队员，伫教堂祈祷时受感动，自愿去救援，并誓言重回战场杀敌。做这个代志的人一定爱得到报应。总是伊即句话煞互人不安。救义事件，美国死差不多3000人，毋过接续3年的伊拉克战争，平民死10万人。这个金香炉的祈祷出现伫第7印受天开和第8位天使甲弹火倒伫地上之间，随后就各种灾难。这个祈祷亲像音乐会的中场休困，这是上帝的恩典。对伤害咱的人，咱难免会怨恨，想要报复，总是启示了灾难了后的金香炉，提醒咱着安怎祈祷，就是愿意互上帝改变。你的祈祷伫受苦了后，会有甚物款会无同？你会当接受伤害你的人，也需要上帝恩典无？上帝怜悯人，也审判人，伊的心意是希望人人得救。咱是上帝儿女，需要伊所赏赐的香，互咱通得伸冤，阁会通饶赦人。咱来默想，甚物款的祈祷会得到上帝的欢喜？祈祷毋是要改变上帝，是要改变家己。感谢上帝耐心等待咱。甚物款的祈祷会得到上帝欢喜？祈祷毋是要改变上帝，是要改变家己。感谢上帝耐心等待咱。同齐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感谢你伫灾难审判中暂时停歇。求你互我掠条机会，悔改归向你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